世界万项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讲到今仔日10月10号是国庆日，邻国我国敢是同一国？中国讲统一有好处，台独是绝路，外人靠不住，叫咱唔通乌白母。总统讲4个韧性，4个坚持，要互世界一个更较好的台湾。那么，这个世界是啥人？佮讲半导体在台湾唔是风险，安尼烧钱的时阵，咱的工程师就唔免甲因送出旁。嘛，特斯拉的马斯克叫咱唔通变成国，啊，中国煞来反口讲来支持，安尼刚好规矩生日，咱就唔通做。刷落来 ，Starlink 帮助乌克兰的代志，嘛唔通互台湾使用来对抗中共啊！今仔日来讲几旁。首先，咱来紹介到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是咱資深的軍事記者郭豐忠。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第二位是咱政大國關中心的研究員童小成童老師。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那麼第三位呢是鴨草的總編輯許漢準。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咱講到今仔日國慶日的表演啊，其實啊，大家人啊，每一個新聞台首先看到唔是蔡英文總統的演講，攏是咧看到一個吼穿橄欖色的這個少年查某囡仔少女吼咧吹奏啦。哦，講到今仔日啊，國慶大典啊，講今年的主題是守土衛國，你我同行。早起8點55分啊，就是啦，這個阿密斯的這個團隊甲董事長樂團來各傳這個開始。結果呢，還有呢，國軍聯合的樂隊甲三軍的儀隊來演出，就在後面出現了日本京都的菊歌校的表演啊！哇，這全部大家氣氛啊真好。最後，空中的雷虎特技小組來壓軸來演出，咱到陣來看覓。相式大会表演由台东马兰社部落的张振兴，用以温柔佮有力的声音，以阿美族古调来开场。然后，佮有第2代马兰吟唱队和董事长乐团等等的团体共同演出，唱出台湾的各种声音和力量。有希望，梦想就会伟大。虽然国军联合乐队和三军机队正在出场，他们是国军的骄傲与荣耀，更是国家军威壮盛的象征。今年正特别的是，三军机队伫咧无音乐伴奏当中来表演唱法，透过顿唱、站脚步等等的方式发出声音，也同款真有气势。今年一个提高难度，全体机队做出难度正高的倒手超前的动作。请给予一队弟兄热烈的掌声鼓励。这届大会的焦点之一，就是咱国家己研发的空军用鹰高教机，头一届飞过总统府面顶，然后也个3甲2台 F5以3台战机来编队通过管理台，代表4代传承的意义。另外，伫咧主题表演这部分，先由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5架阿帕奇直升机，以大间队形空中分列式对总统府面顶飞过。请大家为我们的飞行员及机队掌声鼓励。过来就是大家拢正期待的，是互人叫做感觉是恶魔的日本京都菊高町学校吹奏部，因整齐又个充满活力的表演，加上多变化的队形，互大家看甲是非常配合。因即届伫咱详细的表演主题是台日友情50周年，活力满满，梦想满满。另外，空军雷虎小组 AT-39联机编队用大间队形飞过管理台，佮放出红白蓝3色的美丽彩烟，互咱的相识大会圆满结束。记者综合报道。
咱今日国家的生日啦，吼，那么其实啊，这整个典礼也是真好看。啊，大家呢，搁较看嘛是看到这个剧剧校的表演吼，哇，这真青春活泼。但是边啊有写一行字，讲吼叫做台日50周年的友好啊。这台日50周年，这安怎算？洪总？因为这个目前吼，台湾甲日本其实和美国甲台湾共款，是无正式的外交邦交，所以自从1972年，日本选择讲伊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话结交，啊要和台湾断交，和中华民国断交，即天1972年开始算的时阵，变做讲，即摆日本甲台湾的关系，当然是为迄阵开始啦吼。现代即摆来讲的。啊，当然对进前来讲，1972年进前到甚至讲，日出大战战刷，1945年这段时间呢，啊，这几年就是讲是中华民国甲日本之间的关系，所以就袂当想讲要区别啦，吼。咱刚刚讲，即摆蔡政府就要区别这项代志，想讲这两边历史要甲做伙。则袂讲汉日，打入去讲中共伊的统战，即个规模的作规的内底啦。因为吼，你啊愈含伊对伊的话去讲吼，你愈讲袂清楚，愈互台湾的人民的对台湾主权的意识愈模糊，会愈搞乱去。所以我感觉讲，这可能就是即摆政府的用意。哦，这安尼一条话安尼讲甲安尼接深着吼，后面真暧昧，汤老师。啊，佮讲吼。蔡英文总统吼，今仔也佮讲吼，是中华民国111年啊，111啊吼，这个国庆，啊嘛是中华民国在台湾73年啦，算作有呼应啦吼。这个台日的友好是50年，啊这73年111啊，写甲真清楚啊，讲甲安尼吼，其实咧读讲吼，那一般。较无即个政治人脉的人，可能还是会混乱起来。系啊，我讲蔡英文的迄算术算啊真好，真精确，真正确。意思是讲吼，是大陆迄部分啊，伊用唔知是要安怎讲啊，对无？73年是为台湾来才开始嘛，1949年开始嘛。开始才来台湾嘛，啊，那台湾再为遮开始算嘛，啊，以前的都真歹讲啊，对吧？以前是虽然是中华民国，但毋过伊甲台湾这个关系吼，有一寡暧昧，对不？那所以讲伊甲算甲真确，所以讲伊讲安尼吼，是讲是要来团结台湾的人民。最大公约数啊，对，共同的想法，像阮遮是一个政治的，或者讲共同体，啊，对吧？啊，咱为遮开始，啊，为遮1949年开始啊，共同的向前行，是这个意思。老师，你也解脱啦，我要来问这个韩俊吼，恁新一代的人。感觉这蔡英文总统安尼用心计较吼，台日友好50冬吼，啊中华民国在台湾73冬，啊中华民国111吼，111年，恁的感觉呢？第一我当然无法度代表所有的少年辈少年世代，其实我嘛算无做少年啊啦。毋过就是较多嘛有即个第一位来老师有讲着，讲就是50周年的算法，就是讲中华民国甲日本的关系结束，就是变做开始是台湾甲日本的关系是50周年，对，这是50周年。啊，而且迄敢若应该是日本安尼家己安尼算的啦。这方面日本的政府甲美国的政府，因拢算了真清楚。什么时阵是甲中华民国，什么时阵是甲台湾，是真无共。像 AIT 伊毋是写 AIROC 嘛，伊是写 AIT 嘛，因拢是算了真清楚。啊，较多汤老师讲的，就是讲蔡英文算这73年是为1949年。毋过这个算法其实真侪人袂当接受，因为譬如讲呢228事件咧，伊是伫1947年发生的，就无伫蔡总统讲的这73冬内底。毋过这其实是台湾伫这边土地的人加
重要的一个共同记忆。对，唔管好啊歹，唔过你变做你若为1949年开始算，这段唔就无一样。啊，搁较早的，譬如讲做者咱的时代是，哇，那过汉春你若要算到安尼，啊，实在讲袂出遮呢哦。对，所以变做这就是中华民国甲台湾一个就做外交的关系啦。就变做讲你要安怎去讲啊？若是要讲到111年，搁较歹讲啊嘛。就是迄个时阵拄开始的时阵，真侪少年咧讲真侪少年辈咧是讲1911年10月，迄个时阵台湾人咧创啥？是要咧创啥物武昌起义的时阵？迄个时阵报纸拢咧讲双麒麟的代志啦。迄刚是台湾第一天开始卖双麒麟，变做迄个时阵台湾人大部分的历史的记忆，甲中华民国。就这嘛是讲1949年来是完全无共的，所以你变做你若无去讲做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像蔡总统这款讲法，我感觉颠倒是。但是，像你安尼讲吼，咱所知影迄阵是中华民国初初成立的时阵，迄国旗嘛毋是青天白日，嘿对，满地红呢，迄嘛是铁血18星呢，吼，迄阵是个国旗啊。铁血18，后来佫变做是啥？变做万世凯，迄个五色旗咧。吼，啊，迄歌佫是迄两只老虎的歌咧，啊，佫无共款吼。所以讲起来是真复杂啦，吼。咱今日用这个起头，就是来点破讲，其实吼，中华民国是一个身世真坎坷吼。啊，咱对咱家己来是，对国际来讲嘛是真暧昧。所以呢，引发了真侪问题。咱来对吼，蔡总统今日开始的这个文革吼，以早叫文革，今日叫谈话啦。伊就讲，伊讲吼，四个硬性、韧性啦，吼，四个主张啦，咱来看吼。头一个讲做疫情，第二个韧性国家啦，吼，较韧性的国家啦，啊个经济。讲吼，布局产业，或者咱一想就想到讲，咱的晶片，啊，过来完备社会医疗、社福医疗，强化社会安全网，这嘛讲了有真久吼，这是。第二，过来深化民主体制，争取国际支持，咱来想会到，吼。第二，提升国防战略，凝聚民心士气，这几年吼。各机各做，各干各做，这咱小等有1%要来讲这吼，而且维持着台海和平安全。如果佮别惊讲讲兵戎相见绝对唔是两岸的选语，而且佮讲，咱来好好啊谈，这头一摆，这小等咱来请唐老师来做个解说，而且这句话。要甲更较好台湾献互世界，即落来请教3位啊。即句话，恁3位解读是啥人？是献互世界，世界敢有包括过中国，还是讲伊咧对象讲？洪总，我的感觉是蔡总统听起来是咧邀请中共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做全世界的一员。讲你逐日莫互跳出去，这团真好。真温暖，你加入上好。但是呢，这前提是啥物？是这个全世界国家拢有一个普世的价值，就是讲自由的、民主的，真正人民做主毋是你共产党做主也是讲一个政权做主，是人民做主的国家，尊重人权家己的选择，包括讲我想要谈查甫朋友交查甫朋友，查某要交查某朋友，这嘛是这嘛是一种价值的选择真正自由国家是今麦全世界大家真正认同是安尼的价值，唔是今麦中共咧推行。洪总，你安尼讲起来，敢若是蔡总统的文堂呢？已经唔是，咱只是讲看伊这几年来这但是你讲的有道理这看敢若有赞助头一个是拢咱家己深化民主体制，咱来国际支持。第二个是咱家己爱强起来，第三个咱就要稳定，强起来才稳定是咱两个人的责任。第四个就是讲你来，我会更较好，咱大家会更较好，安尼这有小可赞助伫。咱讲其实毋是讲我是伊的巴肚底的糖，其实讲咱看伊自从选举开始好啊，2012年伊开始选总统，伊无做总统4年嘛是咧讲遮。做的代志嘛是咧推行者。你意思是讲蔡总统拢无讲新的物件？我意思是讲，伊咧坚持的一寡原则是无改变。滕老师，你也解读咧？这看起来敢有一个赞助啊，讲到安尼真
真幼稚，还是你有另外？改变是有一寡改变啦。以前就咧讲，中华民国的流亡政府啊，对不？迄是伊还未做总统以前讲的啦，对不？啊，即马咧，即马我就中华民国啊，对不？我家己做总统啊，按照改法那讲法就改变啦，对不？啊，你嘛同意嘛？要毋过吼，你讲世界一个更好、更较好的台湾啦，这个我是讲四平八稳啦，无变喏。台湾就本来就是安尼啊，本来就徛咧世界中间啊。本来吼，咱的防疫吼是做得真好。迄当阵，抑阁无疫苗呢，无疫苗的时阵吼，哦，迄台湾迄个时阵真强，真哇，世界的人拢咧刮目相看。啊，了后是有一寡变化啦，哈。啊无为迄个时阵开始，台湾都国际能见度开始提升，是为迄个时阵开始啦，对无？啊，为迄个时阵开始，抑个香港啦，迄新疆啦，迄个代志吼，抑个中共的打压几大堆即款的代志，互外国我就讲西方啦，哦，西方的国家甲美国，你讲哦，台湾足重要的，佮加上一个台积电，啊，几个物件甲加起来，你讲哇，台湾的这重要性哦，一直增加，所以讲以来支持台湾，唔是无理由的，理由就是提醒世界讲，阮过去做了袂歹，阮会更好，互你 better 台湾，更较好台湾。啊对啊，安尼就，阮就朋友就更较侪嘛，啊朋友更较侪，那当然，大家就小听，那对。台湾就较稳，阮的底气按照较足，对无？啊，你要做啥物，拢较简。老师，你嘛是蔡总统腹肚内面的文堂哦。来，韩俊，你会感觉咧？这个世界是咧记啥？这世界，这我分两点来讲好啊。第一是讲，伊这当然写了做好，咱拢知影这是蔡总统伊做到写这种物件。毋过，遮个回头都讲开，讲的73年的这个算法，伊就落着一个1921年的时阵，台湾人蒋渭水迄个时阵，伊成立台湾文化学会。迄个时阵就有一句口号叫“乐为世界人”，用华语“乐为世界人”。就讲100当前的台湾人，就已经要做世界人，就已经行向世界，毋是到蔡总统即摆100当后开来讲。啊，你若讲你台湾的历史，你为73当正才开始做，真侪物件都无去啊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较多主持人问一个问题真好，这个世界敢有包括中国？其实若以中华民国的我讲一个算笑亏吧一个故事，就讲咱台湾甲是中华民国的国际敢有中国，其实是无的。过去有一间大学，伊就是创一个部门叫国际部，啊，结果伊嘛处理即个讲中国学生的问题，教育部就发文甲讲，你袂当叫国际部，因为大陆中国学生毋是国际的一部分，所以就量化。对，伊就叫伊爱改做国际甲量化关系部安尼。啊，尾仔小学校就讲你连即种代志拢要管，伊尾仔就改做世界部啦，就讲世界你袂当讲中国毋是世界的一部分嘛。对，所以即个世界是真趣味啊。伊若是写国际，其实就有小可问题。讲中国对中华民国来讲，敢是国际？你的意思是讲，其实咱政府的部门，或是咱整体，还佫有小可精神错乱的感觉。对，因为你用中华民国的宪法，中国就毋是一个外国啊，是咱的一部分啊。这是宪法还是两岸关系条例写甲足清楚的嘛？大家分开来看，就是咱无甲中国当做另外一个国家哦。咱四个安尼愈讲愈乱呢。大家就这就是种麻烦的所在，就是安尼。这到底是73年还是100？但是50当还是安尼吼？我搁问一个，今仔日还搁一个特殊的代志，就是啊，以早的国庆日。早起还早起，下晡还下晡。早起吼有军队、有仪队吼啊，这个示范各队的表演啊，飞飞行机安怎吼，较军方较正式。啊，下晡就较趣味的吼，咱会记得细汉时阵，还佫有李东华特技表演吼，民间游艺表演。即摆吼拢取消啊，结果甲内面的一寡元素，今仔日。大家有注到9点半的时阵，来自台南，讲是台湾第一乡啦，
台湾第一香就是3年1考，强要300档捌当过这个宋江镇来个请来，讲这是全民国防，讲咱一个委托就是咱呼应咱即摆主题，讲要守土为国，我搁录落去，守土为国，你我同行啦，即摆用这个方式，这有啥物意涵伫的？洪兄，其实伫国庆大会这筹备委员会其实是立法院院长、游议长，伊本身迄天伫5号的时候，伫立法院开个记者会，伊有去解说这个含义是啥。其实讲过一句话，就是讲，希望全世界这台湾的朋友看到讲乌克兰去俄罗斯拍甲安尼，但是伊停过第1礼拜，停过第2礼拜，停过第3礼拜，即马几个月啊？对无？至少超过6个月啊，即要7个月。咱来讲伊的意思讲，咱台湾希望全世界，包括台湾这个人，有这个启示讲，因为有外来的人会侵扰咱台湾，佮像侵扰乌克兰共款。但是乌克兰人有坚定的意志，讲我早就做好准备，当然我有法度准备的程度啦，准备甲安怎，这无讲100分的。对宋江镇开始，为家己人民开始。你人民若无防卫台湾的意志的时阵你政府也是讲高层的人，搁较安怎想，搁较安怎杀，无效，抵抗袂到。甚至讲，你会做一个另外的改变，讲我投降就好嘛，归落较紧嘛，归落的人有想通领，这个人民较晚归的等到给衰，也是无归的人头个落地。其实这是无共款的选择，对政治人物甲对人民来讲，其实无共款。无共款选择。对。人民有通觉醒，有通启示着对，这是讲这届国庆的伊个主要主题是安怎定下呢？说，所以来请教的汤老师咱看到这个宋江镇哪敢若表演啊，敢若舞蹈讲到咱细汉时嘛看过西里七卡嘛，有的人感觉这个疗效，敢有法度，不如这个周先生的乌行行医来做安尼。汤老师，你的感觉？我感觉是安尼啦这公庙的系统迄甲大陆的关系迄是真正紧密的。迄真正紧密的啊！因为咱的这个新民甲这个拜的迄合作甲大陆关系拢是大陆来的啦。长山来的啦，无家己发明的啦。系啊，เขา讲好搞。我讲，因的思想真保守。你看，规个电视迄好搞迄电台，因讲的代志，拢甲足保守的。所以讲，这群人真正的，我想要安怎讲呢？甲大陆遐合作的这关系嘛，纪律较悬，对。即马呢，政府来讲，这群人应该是叫应该挖过来，袂使安尼定咧支持迄大陆嘛。所以讲，因的地位即马国际来提升起来，提升起来，甲扩大起来。安尼讲起来嘛有理啊。安尼对无？那阿先生在世了，要甲请来做这战略顾问这个韩俊，你感觉咧？就是蔡总统今仔日的讲话内底特别有一段，就是讲到真侪即个少年的爸妈，也是讲阿公阿嬷，也是学生，拢咧参加，就是民间的课程，社区的防卫、紧急的照护，就是讲若拄着风台地动，甚至战争的时阵，要安怎保护家己。帮助其他的人，安尼，甲要安怎辨别，就是像咱所讲迄种假资讯，中国的即个资讯战的物件。卡多主持人嘛有讲着乌行行业，其实伊甲阮就是即摆拢咧做即个物件。就是讲，就是这就是军队有军队专业的物件，咱民间的组织嘛有做民间的，要安怎讲抵抗中国的。伊的做法毋是讲真正摕枪摕刀要去甲即个解放军请拼，是讲若讲
发生就是战争的时阵，一般的人民要安怎保护家己？万不离去高不以终的时候，其实上基本你人讲你卖天就是问题，吼政府搁需要来甲你斗相共，基本上就是对咱的政府甲军队真好的帮助。其实咱真侪民间的社团，包含阮家己，也是讲较多主持人讲着摕着即个做党经费的即个乌型学院。因拢有咧做即款的代志，其实真侪组织咧做啦。譬如讲，咪一个较有名威农，伊嘛美国伊嘛有替伊宣传，拢咧做即款的物件。话较早嘛有讲着乌克兰嘛，其实讲有一个民调真重要，就是伫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因做民调，因差不多是有3成的人愿意抵抗罗西亚，所以3成比是悬啊低咧。台湾做类似的民调，不管是哪个还是青的媒体做起，咱台湾人上嘛拢有6成。6成，做侪媒体就讲足低，其实6成足悬的。你去问世界各国，所以一个真重要的代志是，台湾人其实是真愿意保护家己的国家。若讲不管是发生战争还是安怎的时阵，大家是愿意站出来。这嘛甲阮即摆做即款工课的经验是算有效。就是讲，阮做这其实真侪人来参加，真侪人来报名。伊无一定是直接参加国军，毋过伊是愿意开时间、开钱去学相关的物件，来保护家己的亲戚朋友安尼。是，咱哦，国家安怎吼？咱也是来看蔡总统今日讲了3个，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这个大内面哦，阁有吼，这个前总统马英九，吼，咱来听讲，伊对着蔡总统的批评是安怎？到底来看觅。别着的国旗挂伫总统府头前，日本京都的高中生来台湾表演，举牌仔表示台日关系友好。10月初10国庆大会顶悬，总统蔡英文的单位特别强调台湾伫国际上的重要角色。当威权主义的扩张逐渐威胁全球秩序的同时，四面八方的国际友人都来到了台湾，表达温暖的支持。蔡英文表示，要伫经济产业、社会安全网、民主体制、国防战力4方面，将中华民国台湾打造做一个坚韧的国家。因若讲到永营战机、玉山军舰等等军机、军舰国造、国防自主的成果，嘛强调全面防卫，希望大家共同保护咱的国家。我看到许多朋友，有年轻的爸妈，有上了年纪的阿公阿嬷，也有许多没有服役经验的学生。他们不分年龄、性别，自发性的参加民间的课程，学习社区防卫、紧急照护以及资讯辨识。前几天，前总统马英九批评，我应该把国庆日的英文改做台湾 National Day。相信总统蔡英文的国庆演说内底，头尾拢有用到中华民国，嘛有用到中华民国立足台湾这个讲法。不过有把我50摆拢是用台湾。蔡英文对对话发声讲，民主自由就是台湾人的上大共识。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历经73年的共同生活与发展，已经凝聚了强大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台湾人民和朝野政党的最大的共识，就是捍卫主权以及我们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从总统府上方通过，请大家看向上。为天顶飞过去的是雷虎小组，表示国军要维护中华民国守卫台湾的决心，嘛为111年的国庆大会来守尾。以上就是记者林世豪、谢桂林伫咧总统府头前的采访报道。咱头早有看到了吼，就感觉看到头早汉俊也讲到吼，讲到阿公阿嬷或者是一般的民间的这个学生吼，甚至就讲到这个人地作战吼，大家安怎来防范？看就是这个做人地作战的前马英九总统吼，伊嘛有咧讲哦，讲请总统哦伫庆祝大会看扛棒，甲吼，互中外贵宾的资料当中，唔通阁叫做台湾 National Day， 哦，爱叫咱的国名叫做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 Day， 安尼才对。哦，马上这自当市长吼，伊就讲马英九讲一句话，背后也是反毒。逐工咧讲一个中国，表示你马英九是中国人，你这位中国人到底要欺负台湾人，到有啥物时候？咱来看历史吼，黄德英吼。黄帝英吼，伊讲吼，整部中华民国的宪法，即我看即个四中面前吼，伊可能有较侪意见吼。中华民国的宪法吼，并无马英九所讲的，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嘛无完全认可大法官
解释支持马英九的讲法，将台湾自由民主的宪定的秩序推向中国制裁独裁的这专制专制这是台法官解释所认定的危险。这我先请这系统编辑来讲看卖。嘿，好，你刚才有点讲，这个王律师讲的无错啦，就是讲宪法内底无写这个物件，因为这是尾仔国民党发现讲中华民国伫台湾会产生较多咱讨论的这问题，所以因讲的。因为若照中华民国宪法，毋是讲什么，这个伊讲什么互不信任主管或不否认机关，无啦，就是咱就是要甲看做一个国家，伊就是咱的一部分，伊是一个叛乱的团体。到即摆咱的宪法也是讲人法官的条例，都是安尼认定啊。所以伊这是伊即个要因为拄着即个冲突，就咱九二共识安尼，就讲者九二共识到底是啥？你提出来讲，其实嘛讲袂清啊。来讲今仔咱要讨论即个物件，毋过就是而且其实即个马英九讲的讲，咱一开始主持人讲，伊这就是认知作战嘛。但确实，毋过正即个外药的是，伊讲的其实按照宪法，伊讲的其实是对的。对呀，对，这就是做即个外药伫中华民国的宪法伫台湾拄着的问题。咱的国名就是去叫即个名嘛。啊，你变做你要甲世界讲啊，这毋是中国，这是台湾。啊，现在你的国名叫 Republic of China， 你这要安怎讲拢回袂清的啦。对，啊，所以变做讲咱若是讲今仔决定无要做中国人，其实马英九点起来，这点是真重要。咱真正必须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建立一条新的宪法，较有法度。对，因为你若继续用中华民国这个体制，马英九讲这个话，但是一般台湾人看了拢足奇怪，是安怎就是袂当用台湾 National Day， 爱用 Republic of China， 因为这甲咱即摆现实有冲突嘛。毋过甲宪法是符合的，这变做是一个真奇怪的代志。这修宪，这对着宪法的中心来执行，而且想起来嘛是逻辑应该是对啊。唐老师，你感觉咧？尤其今仔日，蔡总统佫讲这是真罕的看头一摆应该是这几年来头一摆。伊讲北京当局伊讲这北京当局咱来共同找找双方面会当接受、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方式，是咱双方面的责任。唐老师，你甲综合甲看起来。我就讲即届蔡总统的讲话确实有比以前搁较软，特别是讲对迄大陆迄部分嘛有讲到，兵戎相见这毋是咱的选择这句就真重要啊。意思是讲，战争无人要爱啦，以前拢无讲呢。以前拢是讲团结要美国合作什么安尼即马这我是讲是一个转捩点，意思是讲咱坐下来谈判嘛，我看要参详出来什么结果嘛。要毋过遮呢问题就是北京就设定一个前提。前提就92公司你即马蔡英文讲阮会使来谈判，要毋过袂使设定前提，安尼要安怎补安尼就真困难啊！假如讲你蔡英文你讲好，我无要接受92公司，你就创造一个新的讲法。看咧，看北京会当接受袂？北京迄边嘛应该嘛各退一步，海阔天空啦。你讲一定爱安尼，一定爱叫你公司，你嘛强人所难嘛，对无？即马台湾就先退一步伊讲阮来谈判，看北京的反应是安怎？考试讲，敢有一种共识叫做卖战争的共识？可能这嘛是一个好办法啦。反战争、爱和平的共识，对无？这看安尼有够无？还有一个代志台湾阮有一个陆委会，讲这都甲蔡英文总统的想法，我就讲。
有一寡矛盾啊。是安怎讲呢？伊讲两岸互不隶属，对不？互不隶属就是要安怎讲？国与国啊。外交部啊。应该是外交部啊。应该你陆委会你就甲废掉啊。就他韩准讲的啊，讲这个国际事务以及量化。就是啊。即马咧，你看卖咧，假使讲你要废掉陆委会，看美国人要安怎讲？这是不是违反的？美国人讲的不得改变现状。这样嘛是麻烦。我未想到讲，咱今仔日10月10号想要来看这个橘色恶魔啊，尔讲甲遮复杂着，方就当着吼，对。其实吼，拄仔你讲点着讲，包括周董事长吼，伊毋是敢讲进前写一篇，伊今日透早去写一篇。伊这篇来讲吼，当然是嘛批判讲这马英九讲这落伍的这个观念。过来，伊嘛点对话，尤其台湾各一寡人，共款的一寡落伍的观念就讲。大家拢迷信讲，一个民族吼，家己拢成立一个国家。伊个举一个例讲，英国、美国、加拿大，甚至讲纽西兰这些国家，拢是安格鲁萨克逊人成立的国家。这人敢会起来讲，我来庆祝一个安格鲁萨克逊人的国庆，还是大家拢是一个国家？袂，伊讲笑死。你美国，你也讲一个白人讲，阮即摆要来维持。安格鲁萨克逊人的政府，袂使有白色的人，人甲你当作恐怖分子啊！人先甲你抓起 ，FBI 先甲你抓起来啊！无去互你作乱啦！所以这是最可笑的代志。所以讲，今日包括讲咱 National 台湾 Day， 你是讲互外国的朋友好去认同讲，我是去台湾参加国庆，毋是去北京，是这个用意，毋是讲我改国名，毋是嘛？改国名哪伫遮改？改国名绝对是讲，我直接立法院还通过讲修宪，我换宪法，规套换掉，这个是讲换国名，毋是讲伫遮国庆一个讲小小的文宣，还是讲这 banner 头顶一条安尼尔，安尼叫做改国庆。尽管要改国庆，佮袂安尼做啊，对无？咁讲后讲，而且吼讲真正讲公道吼，百姓是讲即个乌克兰去4个占领区，和罗西亚占领遐个讲。派兵啊！伫你门口叫你去投票，你绝对投赞成的嘛？安尼做99%拢通过啊！咱台湾阁要算这套无？咱台湾毋是，咱台湾即摆，比如讲即摆投票嘛要要到啊。顶一摆2年前会选总统，敢有惊讲99%拢投蔡英文总统，嘛无啊。所以讲即摆包括讲，不管倒一个政党，你也执政，你只好去想足侪办法去找大家共识，最大的共识。即摆咱来讲吼，倒转来看讲国庆的这规个节目单来看，毋是甲日本来甲咱祝福俩，是安怎？包括讲台湾自广义的台湾，广义的台湾是包括澎湖、金门、马祖，所以内底嘛有一个来自马祖5岛4乡。4岛5乡，甲原住民的团体，是拢咧大家解说讲，这个中华民国搁伫这个所在，毋是讲地理的那个名词，讲台湾这2字尔，毋是限伫咧地理的名词头头马祖顶头搁写国之北疆哦，国之北疆哦，对啊，是咱这个国。毋是对方的国哦。虽然看的软内面也是小可硬哦。俺嘛是叫做坚持讲，我是中华民国台湾，毋是你定义过去迄个中华民国，是伫大陆迄个中华民国。这算作是一个国家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啊，免不了会错乱啊。但是即摆大家就惊讲会烧钱，竟然哦，前一早就讲着讲哦。美国人咧讲哦，那万不利来战争的时候呢，优先考虑啊，要甲这半导体的工程师啊，先甲送出去，先甲送出去。这是什么意思呢？滕老师？这是讲国家都是爱照顾国家的利益。你台湾人甲美国人，都这个关系都无遐紧密嘛。美国人想的。都是台积电，台积电就伊的利益嘛。
啊，就讲真侪人在讲了，张忠谋嘛在讲啊，这国际的这个大家的这个争相要来争取的那些对象啊，你我们讲是马斯克要下面人在讲，卡斯讲台积电起码互人摧毁啊，就互人拍去啊，全世界这个晶片跟晶片相关的企业，安尼伊受的损失，安尼袂当30%的，都是啊，所以可能还袂当计算啊。所以今天蔡英文也讲啊，讲吼台积电啊，还是台湾这半导体制造业哦，组织在台湾，好，唔是风险，而是全球半导体布局的这个关键之所啦。对哦。哦，这个关键之所，但是会无搁讲落去哦。韩俊，你会解脱的？就是讲，伊美国伊讲迄个，我先交讲头前遐伫讲迄个战争无人想要战争，伊怕我想要补充一点。即个伫罗西亚拍乌克兰的时阵，因为总统有讲一句话，我感觉真有意义嘛，会当对应着台湾甲中国的关系。伊讲若罗西亚放弃战争，就无战争啊；毋过若乌克兰放弃战争，就无乌克兰即个国家。对台湾嘛共款嘛，台湾人无可能讲要战争去拍人嘛。中国若放弃战争要和平，就无战争啊嘛。毋过台湾袂当啊，台湾人若放弃战争，讲干那要和平，可能就无台湾即个国家，即个国家还未建国，就无即个国家。所以我感觉即点是咱讨论讲台湾甲中国要和平、要战争真重要的一点。好，啊，讲到即个就是，开我讲即个就是即个台积电的工程师嘛。啊，对于像开我唐老师讲啊，对于美国来讲，伊的利益当然是希望讲，就算讲台湾甲中国发生战争，因为即个晶片的物件。你台积电抢无去啊，我人啊去伫个刷来美国去做。这绝对是对于比伊派兵来保护台湾甲中国相战，较成本较低的代志嘛，就是甲咱台湾这工程师拢接去美国。毋过最重要，这是美国人安尼想，台湾的工程师敢会安尼？讲若发生战争的时阵，咱的工程师就拢坐即个美国人的飞机去美国。咱台湾人敢遮无志气？今仔我若是台积电，当然我毋是啦。讲我的国家发生战争的时阵，我就坐美国人的飞机投去美国。这种代志，我是认为，我是认为大部分台湾的工程师，莫讲工程师，台湾各行，即个乌克兰和罗西亚拍的时阵，因伫外国比骹球的选手，足侪咱看足侪新闻嘛，啊走倒转去要保护因的国家，我无相信台湾人的志气会输赢。若讲中国去咱拍台湾，毋若讲台积电的工程师，咱伫世界各国发展的优秀的台湾人，拢会倒来保卫咱即个国家。是。虽然啊，讲到讲科技啊，这个科技人吼，Elon Musk， 伊即几工吼，哇，新闻足济啦。伊讲吼，提议这个台湾应该变成中国比香港更较宽容的特别行政区啊。初开始，中国政府是甲讲，你是咧讲啥物？你咧不当言论哦，妄议议会妄议啦。随便乱讲啦，凊彩乱讲台湾问题，结果伊讲啥物？昨仔出来讲讲啊，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之下，台湾可以作为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的。这看起来嘛，毋是一国两制，是啥物？你的解读是啥物，洪总？其实咱先看讲这个新闻一开始，其实是有一个中国的特色什么叫中国特色？下站的官员拢袂清楚讲顶悬咧做啥，因为对中共顶层来讲习近平嘛好，还是讲这统战部，是讲7个常委嘛好，因即马上头壳听，毋是讲统一台湾。下礼拜要开会啦，后壁要敲代志，敲准正到后壁前途才有咧行啦。下站的官员才讲真诶，这个模棱，拄我起来菜鸟啊，伊真啊政治无遐管，所以伊敢看到讲美国人咧批评我台湾问题，台湾个我下，所以先甲点落去，结果点了无2-4小时，人即马后壁就咧讲咧感谢伊。这个驻美国大使真讲伊也讲啊，讲感谢马斯克呢。意思就讲，其实我偷用的啦吼，这我无刻意
中南海问啦吼。马斯克可能去习近平边仔人点啊啦，因为伊过去伫中国这设厂吼，趁真济。我讲真个，嘛，互伊真好的条件。无哪有伫较好的区伫上海设迄个工厂，真济台商过去头10年吼，要去看讲搁较大的厂，要摕搁较济地拢摕无呢。啊，你哪去个有？啊，伊个是即摆吼，扣掉讲伊即摆跟清零政策的时阵停工的时阵吼。其实伊产量是上大的一个工厂，嘛上紧。当然啦，品质一寡有人去批评啦，包括我台湾吼，即特斯拉的买主吼，有一寡批评啦。来讲吼，这公差足大的吼，无个漏水啦，无个安怎吼，有诶无诶啦，吼啊拢上海来。啊，但是咧，对马斯克来讲，伊是趁钱，咱讲这个商人祖国利益上悬的一个厂嘛。啊，伊其实讲，佫有可能讲，啊，既然我伫欧洲的厂。成本悬，伫美国的厂效率差，啊，我过来中国佫加一个厂会使无？所以我感觉伊一定和中南海有一寡关系啊往来，有去用暗示讲你爱讲一寡话。但是洪总你安尼讲吼，我这想到一项代志呢，伊这 Starlink， 哦，伊即摆这 Starlink， 你地站的卫星，这个基站的卫星哦，我无要中国使用呢。哦，无为中国使用咧。唐老师，你安怎看这项代志？咱是毋是爱咁？咱依照即摆吼，我甲观众朋友吼小讲者吼，即摆乌克兰战争的时阵吼，其实是即个马斯克吼提供即个基站卫星吼，也就即个 Starlink， 互提供伊情报，互伊安怎吼，才有通取得即某种的胜利啊！吼，啊那以后若是咱甲阿强啊拍架。吼，啊，咱会当来使用嘛？吼，啊，咱甲伊关系嘛爱较好一点嘛？吼，咱敢通好安尼个骂甲吼，互伊安尼走去？唐老师，你感觉？我讲，中国当然是反对，迄马斯克用这个什么Starlink 来干扰这两岸的代志。莫讲互中国啦，中国。根本都无可能要接受这个啦。伊是讲北京是讲恐惊，说伊是要支持台湾啦。啊，就唔知啦。啊，即马也看袂出来。啊，你是讲这个 Starlink 本来中国他家己都咧发展，是伊个北岛还是什么，会使迄个功能哦，可能比这。伊家己有差不多，对，伊家己有嘛，伊家己有，那会用着你这马斯克的，当然是唔可能嘛。但是马斯克啊，是大陆赚偌济钱啊，那中联爱甲讲话，爱甲合这北京的这考虑，准则者，对无？一定的嘛。那即马那中联伊即马讲这个代志，那讲咧这代志。开始的时阵，北京可能是无习惯啊。伊讲，你若这一只个乱步，啊，刷了，看到，伊讲的代志毋是无理咧，北京听起来是会使接受的啊。啊，迄个情感才转变的也口气啊，也口气啊，对无？那即马马斯克就讲好啊，啊，我阁想要阁来进一步啊。啊，看你要用我的这些Starlink无，迄就无可能。我是讲根本就无可能。洪总你来看咧，伊马斯克其实就根据咱所知，咱头头也讲过，伊即个对乌克兰咧提供即个物件，是伊家己对伊落底提出来的钱。是啊，以前吼，即个代志叫人批评，伊马上去解说讲，我伫乌克兰落差8,000万美金，这我算我家己的呢，我支持乌克兰啊。啊，恁哪会讲怀疑讲我无要支持民主自由？啊，伊其实是咧找一个借口。其实讲真诶，对于 Starlink 来讲吼，伊即摆第一期的计划吼，还未完全完成。意思就讲，伊要用足侪粒、千外粒的这基站的卫星，去每一个所在拢有法度，互你摕一个手机啊，这个机械吼，摕起来就用通卫星，免经过基地台，免经过地面的基地台，因为你也看进前，罗西亚开始拍乌克兰时，全面拢拍，对无？啥物老嘛给你拍，所以这个基地台拢歹掉去。
所以包括嘛，乌克兰的军方的无线电的通讯的这个机构也是好，天线好拢拍掉，其实是安尼。所以上好的是在讲，我伫头顶卫星，你无甲我当着的时候，我有法度通话，讲联络。啊，包括比如讲北约组织甲美国要交互乌克兰这些资讯也好，情报也好，要互伊通联的时阵嘛好。伊包括讲，足侪人发现讲，北约的这个电子，即做侪的飞行机拢伫附近咧扫嘛，吼。这我是要做生气的，要甲拍毋敢拍。伫真正帮助着乌克兰去拍。所以讲，马斯克有帮助着乌克兰，但是咧，伊是用半途的物件来趁这个功劳，讲我有斗3工，这算我的，其实啥嘛？摕乌克兰做这实验场，互你试用，互你试用，佮有伊的目标，毋是乌克兰，是全世界上大客户叫啥人？美国军方，因为要伫全世界拍作战的时阵，上需要卫星通讯的上大量的什么人？美军，无就是中国。当然中国吼上好是像伊讲的，讲我是爱好和平民主吼，我袂去全世界称霸，所以我袂讲拍到全世界。歹势吼，所有的独裁者一开始拢讲我是要保护我的民众尔。希特勒嘛是安尼，当初嘛讲我要保护我日耳曼民族尔。结果咧，拍到规个欧洲，拍到非洲去，对吧？所以咱吼来讲，因为拄则童老师嘛讲，中共伊家己的这个第一站的卫星吼，叫做有一个成立一个公司叫银河航天，即马第一阶段拍6粒去哩啊，过来伊又搁配合伊的北斗卫星，遮搁较济，因为至少伊中国可能嘛几千粒。马斯克后壁搁爱拍1-2万粒无，所以伊的意思讲，我摕乌克兰其实来趁一个讲好名声尔。过来我要趁大钱的时阵，我就无要去帮助人啊，歹势。我过来就是要趁大条。要甲你收钱。对，中国因为中国伊无需要我嘛，我当然嘛知影讲，可能有人见过过啦，你莫插啦，你这个物件莫来台湾，莫来中国送，吼嘛。对中国来讲，台湾嘛是一部分，所以你嘛唔准你用去台湾，这是中国讲出来的意思。所以今日咱啊，昨日咱也听到讲，这个中国啊发表一个声明，讲外人靠不住，哦，这个外人可能也包括着马斯克、韩俊，你感觉咧？嘿，对，这个马斯克这两个，第一讲这个 Starlink 的物件，迄个时阵因为咱若讲战争的时阵，网络拢会切断嘛，所以迄个时阵是乌克兰的因这个叫数位部长，就因的唐凤啊，简单来讲是安尼，伊去马斯克的 Twitter 甲留言讲，阮即摆网络拢断去啊，我知影你有这个物件，你要甲咱帮助无？所以伊就回讲好，来开始安尼创。那这款物件，较早嘛有讲着，这个唐老师有讲，伊中国无希望安尼嘛，因为中国这网络拢有管制嘛，你这种物件顶会当互伊无法度管制。所以伊一定反对嘛。第二，伊当然嘛反对讲你甲这种设备借互台湾用。毋过是讲台湾人免烦啦，因为咱拢有准备啦，因为咱算将有可能发生战争的所在，咱家己的军方甲美国拢有准备。那真正不幸发生战争的时阵，咱网络的部分其实免靠伊这 Starlink 啦，咱有家己的其他的办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伊讲即个台湾特别行政区即个代志，我是感觉讲，因为其实若知影有咧看马斯克相关的新闻，伊其实定伫个 Twitter 就是安尼黑白讲啊，唔爱讲台湾真侪美国学者专家，其实对伊拢真侪意见啊，因为伊讲的物件其实无啥做了解，无啥准。对，包括台湾甲中国政治的关系，其实伊毋是伊的专业啦，所以伊正经不美国家己政治的事，伊定拢会伫，人讲即摆就是讲伫网络放炮安尼啦，所以伊的意见讲实在毋免更伤这些注意力伫顶管。当然伊是一个算有指标性的人物啦。第二点是讲较多认为先进嘛拢有讲的，因为伊伫中国做生意赚了做侪钱。我讲一个简单的数字啦，就中国一档卖的车是2600万台，台湾车的市场是50万台。就是因第一名的车就已经超过台湾规个全部的市场啊，差遐侪倍。所以讲伊做一个商人，卖车的商人，大家应该记是卖车的嘛。所以伊的言论较配合中国的市场，甚至中国的官方，其实咱嘛无应该感觉上意外啦。因为这毕竟毋是代表讲美国政府官方的即个立场，只是一个真好遐的商人的看法。而且伊的个性就是安尼，定伫即个网络。只是即个拄仔讲到台湾，所以大陆所紧张这什么意思？其实我是感觉台面上紧张啦。伊这个人就是安尼，伊若是有咧看伊相关的新闻，伊伫美国嘛定互骂啦。
大概是所以安尼。咱延续这个话题，马仔咱们继续来讲吼。一旦甲中国若发生了战争，这是当然的，要安怎拍，要安怎想。但是战争要做啥物准备？甚至到讲，即马阁有这个欧北之间的这个灰色战争，伊到底安怎处理？一只无人机来飞到头顶，你是要甲射落来，还是无要甲射落来？这种方式尤其咱战争头仔，韩俊也讲着，这乌型学院，甚至是蔡英文所讲的，咱这个阿公阿嬷还是一般学生应该来学习，咱安怎来保护咱家己的这个家园，家己这片土地。明仔咱甲斗阵一直甲观众朋友来讨论，感谢。谢谢。